最近美國就有一單新聞好 hit，大家有冇聽過愛潑斯坦呢個名呢？佢係美國嘅億萬富豪，俾聯邦局控告佢侵犯多名嘅女性。本來呢件唔係啲咩大事，但係最令人注目嘅就係佢身邊有一班美國頂級富豪嘅朋友，甚至連前總統都懷疑同呢個案件有關。美國億萬富豪謝菲爾·愛德華·愛潑斯坦侵犯多名女性嘅案件曝咗光之後，震驚全球。最令人矚目嘅就係呢個案件牽涉嘅竟然都係美國頂級嘅富豪同埋權力最頂層嘅人物。美國司法部就喺1月30號公布最新嘅愛潑斯坦文件，當中愛潑斯坦就聲稱，微軟創辦人 Bill Gates 曾經同俄羅斯嘅女仔發生關係之後就感染咗病。愛潑斯坦仲話 Bill Gates 曾經問佢攞抗生素，可以偷偷咁俾佢當時嘅妻子梅琳達服用。除咗 Bill Gates 之外，喺最新嘅公布文件顯示，全球首富馬斯克似乎同愛潑斯坦都有個唔錯嘅交情。文件中嘅 email 就顯示兩個人曾經友好咁樣互發信息，內容係討論馬斯克去愛潑斯坦私人島嶼嘅計劃。2012年11月，愛潑斯坦就 send 咗封 email 俾馬斯克，就問你哋會帶幾多人搭直升機去島上呢？咁馬斯克就話大概就係我同塔盧拉，你哋島上邊日會舉辦最瘋狂嘅派對呢？塔盧拉就係馬斯克嘅前妻。同年嘅12月25號，馬斯克就覆咗愛潑斯坦嘅另一封 email， 愛潑斯坦就喺 email 度鼓勵馬斯克去探訪，仲表示可以提供直升機去接佢。馬斯克就話你有咩派對嘅計劃呢？我今年工作就快要崩潰啦，所以等啲孩子們聖誕節假返屋企之後，我真係好想去聖巴次島或者其他地方好好放鬆一下，非常感謝你嘅邀請。喺另一封 email 度，馬斯克就同愛潑斯坦講話，假期嘅時候我會喺英屬維京群島或者聖巴特島一帶，請問咩時候去會比較適合呢？愛潑斯坦就回覆1號到8號。任何一日都可以，隨便你，永遠為你留住位置。之後馬斯克就發送咗幾封 email， 話俾佢聽佢嘅行程安排。兩個人最終就決定咗2013年1月2號相見。呢啲 email 來往去到最後，就以愛潑斯坦話俾馬斯克聽佢需要留喺紐約，咁對唔能夠見面呢，就表示遺憾，咁就終止咗啦。呢份最新公布嘅文件仲包含咗3張英國王子安德魯同埋一個瞓咗喺地上面嘅女仔嘅相。根據多間英國媒體嘅報道，安德魯曾經喺愛潑斯坦喺2010年7月解除軟禁嘅2個月後，就發過 email 去邀請佢訪問白金漢宮。另外有一份2010年嘅 email 就顯示，愛潑斯坦喺 email 度話想將一個美麗嘅26歲俄羅斯女子就介紹俾一個 email 嘅署名為 A 嘅收件人。咁呢個收件人呢，就被發現就懷疑係安德魯。安德魯唔止邀請佢去白金漢宮，仲同佢提供咗一項喺阿富汗嘅投資機會。一封日期為2010年9月29號嘅 email 就顯示，愛潑斯坦就話俾安德魯聽佢當時就喺倫敦，而安德魯呢就表示由於要同一位沙地阿拉伯王子就共進午餐，就唔能夠同愛潑斯坦共進午餐，但係佢當日晏啲嘅時間呢就會得閒。咁安德魯呢就喺 email 度話好高興你能夠嚟到白金漢宮，可以帶上任何人一齊嚟，我大約下晝4點到夜晚就會得閒啦。而愛潑斯坦就回覆4點見。除咗安德魯王子，前總統克林頓同埋現任總統特朗普都曾經同愛潑斯坦有過交往。愛潑斯坦嘅飛行日誌就顯示，克林頓曾經多次搭過佢嘅私人飛機。喺12月23號嘅公布文件當中，有一封愛潑斯坦署名嘅信件，內容就話我哋嘅總統好中意伸手摸年輕嘅女仔。美國司法部12月24日就表示，呢一封署名信經鑑定之後確實係偽造嘅。而喺呢一份最新公布嘅檔案入邊，美國總統特朗普嘅名就被提及過幾百次。其中有一份指控就顯示，有一個匿名女仔就話特朗普喺佢13歲嘅時候侵犯佢。美媒就話呢一個匿名指控者曾經係告過特朗普嘅，但係之後就撤銷咗。最後一次撤銷係喺2016年嘅大選前夕，特朗普之後就贏咗入主咗白宮。呢一份愛潑斯坦最新嘅文件鬧到滿城風雨，即刻又引起廣泛嘅關注啦。呢一件醜聞最令人關注嘅就係美國嘅司法制度。
早喺2005年3月，一名婦女就聯絡佛羅里達州棕櫚灘嘅警察局，就聲稱佢14歲嘅繼女就俾一個年紀稍為大啲嘅女仔就帶到去謝菲愛潑斯坦嘅豪宅。據稱佢嘅繼女就收咗$300表演脫衣舞，同埋幫愛潑斯坦按摩。佢喺個豪宅裏面係一絲不掛。棕櫚灘嘅警方就對愛潑斯坦進行咗長達11個月嘅臥底調查。根據對5名受害者嘅調查，同埋17封經過宣誓嘅證詞，同埋喺愛潑斯坦住宅嘅垃圾桶就發現有高中嘅成績單，同埋其他物品就顯示愛潑斯坦係同過一啲未滿18歲嘅女仔係有非法交易。警方就將調查結果總匯成一份長達53頁嘅聯邦法院起訴書。最後喺2008年，佢就因為侵犯未成年少女被起訴，但係憑住強大嘅律師團隊，佢竟然同時任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檢控處美國聯邦檢控官亞歷山大·阿科斯塔同意咗一份認罪嘅協議。根據呢份協議，聯邦政府就俾愛潑斯坦嘅刑事指控有豁免權，而呢一份協議將會終止對愛潑斯坦嘅調查同埋封存起訴書，條件係愛潑斯坦就必須同意就性交易罪名認罪同埋註冊為性罪犯。同時，聯邦調查局確認咗嘅30名受害者，佢係要賠償俾佢哋同埋入獄13個月。根據呢份甜心協議，身份顯赫嘅愛潑斯坦就冇好似一般平民咁樣入去州立監獄嘅鐵牢之中，而係被送入位於棕櫚灘嘅一個設有圍欄嘅私人會所。喺呢一度，佢就好似喺屋企咁樣安排自己嘅所謂監獄生活，例如每個禮拜6日，每日12個鐘，佢可以因工作假釋去佢位於市中心嘅辦公室，夜晚先返去瞓覺。佢仲被多次允許搭佢嘅私人飛機往返位於曼克頓同埋美屬處女島嘅屋企。就係咁樣，愛潑斯坦就輕鬆咁完成咗13個月嘅監獄假期。呢個案件原本應該喺18年前已經告一段落，點解又會牽扯出嚟呢？呢種度假式嘅監獄就引起咗一位抱不平嘅記者注意。呢一位記者就係邁阿密先驅報記者朱利布朗。經過佢鍥而不捨嘅調查，終於喺2017年11月發表咗重磅系列報道《可怕的恩惠》。呢一篇報道就首次詳細揭露咗2008年甜心協議嘅內幕，仲詳細描述咗受害者嘅經歷，仲直接點名當年放水嘅檢察官阿科斯塔。呢個報道引發咗全國性嘅轟動，公眾輿論一片譁然，要求司法公正嘅聲浪高漲。由於2008年嘅協議只係喺佛羅里達州有效，而調查記者同埋聯邦調查局發現，愛潑斯坦佢嘅犯罪活動唔單止喺佛州，佢喺紐約嘅曼克頓豪宅同埋美屬維京群島嘅私人島嶼都係重要嘅犯罪現場。咁呢個係屬於紐約南區聯邦法院嘅管轄範圍。一班受害者喺媒體支持下，更加勇敢咁行出嚟，提供咗新嘅口供同埋證據。喺巨大嘅公眾壓力之下，時任美國司法部長就需要對呢件事作出回應。出名獨立同強硬嘅紐約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就喺2018年啟動咗全新嘅聯邦調查，今次就繞開咗佛州嗰份有問題嘅協議。最終喺2019年7月，愛潑斯坦喺紐約機場被捕，並且俾紐約聯邦檢察官以性販運未成年少女同埋共謀性販運未成年少女呢兩項聯邦重罪起訴。今次嘅指控基於大量新嘅受害者口供同埋證據，最高可以判處45年監禁。喺愛潑斯坦被捕嘅1個月之後，喺2019年8月10號，愛潑斯坦喺曼克頓嘅監獄中吊頸身亡。11日，紐約市首席法醫芭芭拉辦公室完成咗愛潑斯坦嘅屍體解剖，將佢嘅死因列為待定。驗屍發現愛潑斯坦頸部有多處骨折，其中一處為舌骨骨折。美國法醫協會主席莊拿芬亞登就表示，舌骨斷裂通常係同謀殺性勒死有關，但係亦都唔排除自殺嘅可能。另外，根據紐約監獄嘅規矩，愛潑斯坦個監房係需要每半個鐘頭就檢查一次，而咁啱喺佢自殺嗰晚，呢一個程序就因為人手不足就冇去執行。面對呢一單涉及頂級富豪嘅龐大性犯罪案件，一眾富豪同埋權貴就否認同呢件事有關。但係早喺2008年嘅時候，
愛潑斯坦就已經被定為性罪犯。咁點解呢啲富豪仍然同佢交往呢？如果當時司法部門唔係刑罰過輕，愛潑斯坦仲夠唔夠膽犯案呢？而且經歷過2008年嘅象徵式懲罰，應該就唔會好驚。咁點解唔夠1個月，愛潑斯坦就要咁睇唔開自殺呢？雖然呢個案件冇因為愛潑斯坦嘅死而結束，但係正正因為佢嘅死而冇咗最有力嘅證人。咁大家認為有冇咁啱呢？哈佛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史提芬就話，愛潑斯坦嘅死係適時死亡，令到呢單案件永遠都會成為一個謎。咁你哋對呢件案件有咩睇法呢？請你哋喺留言區度留言。下一集我會同大家繼續探索愛潑斯坦，佢係憑住啲咩手段令到佢可以由一個窮小子搖身一變成為億萬富翁呢？未訂閱我頻道嘅朋友，請撳訂閱呢個掣就可以免費追蹤我嘅影片啦。